高空马戏结合静思语歌曲，引领大众体会能舍才能得的智慧。静思语出版35周年，静思书轩在全台举办音乐人文飨宴，这天巡回到慈济台南分会，难得来到台南，然后这么多人一起参与，然后除了再去感受这个每一个话语能够怎么样把它背熟，更重要是力行，身体力行，我觉得这是让自己的生命更加的不一样。现场聚集3000多名观众，当中邀请资深志工见证分享静思语。唐美云歌仔戏团也诠释静思语的精髓，展现传统戏剧与现代智慧的完美结合。大环艺术家也在现场分享他的心路历程。人最难看见的自己，我自己也很正在路上，持续发现自己跟找到自己。希望所有师兄师姐们还有师父们都能够引导我们一起走向善的道路。用情思语来结合阮这出戏的演艺佛典的故事，让咱了解到一个道理：人生当中，咱真难得会当有这个人心。来自不同学校的学生共同表演手语歌曲，让爱传出去。台南有近50间学校设立静思阅读书轩，配备500种精选的好书，让学生学习静思语的智慧。市长黄伟哲特别出席，除了给予肯定，也借此感谢慈济志工在风灾中的贡献。每一天都是行善的开始。凯米风灾，我也得了一个新的体验：行一分善，得一分福，就减一分灾难。再次感谢慈济，也因为静思语让大家聚在一起，也因为静思语让大家在未来人生道路上找到了明灯。将静思法脉精神浓缩于简短的文字中，只要用心体会，一定能深受启发。好话善加运用，让更多人从中受益。记者郑怀台南报道。